昨暝暗暝有一架纽西兰航空的飞行机伫桃园机场降落，本地阁要飞奥克兰，毋过机场发现驾驶舱的玻璃裂缝，要停飞修理，就安排旅客改坐华航飞澳洲的航班，另外则个安排换机。 这架纽西兰航空编号 NZ077的航班降落时阵，驾驶舱出现玻璃受损，严重影响飞安。这班机是伫昨暝暗暝5点外降落伫桃园机场，机长发现异状，决定停飞检修。降落的时候说震到那个飞机的玻璃破掉，本来说要安排我们住旅馆，后面又改说有联络华航，分成2班搭飞往 澳洲。这班刷落去的 NZ078航班原本要继续飞奥克兰，因为飞安因素停飞。航空公司先协助旅客办理替管作业，搁转坐半命起飞的华航 CI53甲 CI57两个航班飞澳洲来出台，然后搁安排转机接续行程。 转机会不会对你们来讲行程会困难或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旅行团，我们是还好。那如果旅行团的话，整个行程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对于这些后续的转机或者是吃饭问题，纽航处理的，你们还满意吗？他们挺快速的，他们马上就把餐券发给我们，然后现在也就帮我们办了下一个衔接的飞机。 这航班有154个旅客，其中转机旅客有16个。机场由长荣代理协助安排，佮经过华航班机陆续转回奥克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